呢一張呢，就係李珍送俾你哋嘅簡單容易明白嘅唱歌運氣圖啦。裏邊呢有1、2、3、4、5點5行嘅解釋。咁嗰個圖裏邊呢，就個公仔嗰度都有1、2、3、4點嘅喎。第一點係講咩呢？第一點就係講個4框卡框住嗰度下巴、頸部、肩膊係要放鬆嘅。咁第二點就講咩呢？就係深色嘅部位，丹田呢個部位呢，呢啲深色嘅地方呢，就係你個肌肉用力攬住揦緊嘅感覺，就將啲氣運上去嘅。由呢個腹肌咁一路將個聲音唱緊時就帶個聲音出嚟啦。咁第三點就講咩呢？嗰個聲音呢，就係會由啲氣一路運，你攞到個丹田力呢，個聲音呢就會向前由個口嗰度向前出去噶啦，向住面前啦。咁啊第四點呢，就係講咩呢？就係講嗰個你唱歌嗰陣時要輕聲啦，唔好太重啦，順耳氣息，稍為個頸一扯住咧，嗰個聲咧就唔靚噶啦。即係話咧4方框嗰個位置個牙骹咧要放鬆晒㗎，頸啊肩部啊都係輕㗎，主要係呢一個地方用力，令到個牙骹容易打開放開。咁個聲咧就會輕一聲咁樣就吐出去啦。咁第5點咧，呢個第5點啊就話咧，你做到前邊1、2、3、4嗰啲功能咧，你個共鳴就自然會係胸腔、口腔、鼻腔、頭腔，跟住個高低音咁樣產生出嚟噶啦。咁你明唔明白咧？如果你都要用下腦去諗下嘅，如果唔係咁明白呢，你都可以留言問下我嘅，我都會講解下嘅。好，希望幫到你啦，拜拜。